梦的哪会有两个？咱自当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破过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悔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免啦免啦，我等下我房间倒去就好啊啦。哎呦，你伫我房间休困者，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哼，拢连嘛有关系，但我这毋是水火啊房间啊。就是嘛，我也毋是招家讲，免来使困你的眠床呢。对啊，但万年吼，你若死在我的房间吼，水火叫是我甲你害死。哎哟，这若讲吼，讲互你害死，迄是无要紧啦。要毋过若互家讲甲你误会吼，这个罪我就担袂起啊。像家讲的遮尔风流的人，我看吼，你别位也是找袂到。那风流哪会要紧啊？但总比人的太太吼，花啊甲讨客兄较好。啊，你讲水花啊？人水花哦是名花，心袂花呢。无像有的人哦，哎呦，名袂花哦，心是花落落，死给你诱拐查甫。只要莫诱拐你就好啊。我哪会互伊诱拐咧？我都毋是毋知死个。不过恐惊吼，招家讲的会变成第二个蔡依来。啥？你讲我害死起来啊？若是讲你害死起来，安尼就毋对啊。应该讲吼，你的热情吼，互伊受不了，啊，怎啊娶起来？你想到怪我来你？哎呦，你两个是可以安怎啦？母啊，我毋是要甲伊冤哦。我嘛无遐认真甲伊冤家啦。但我即马吼要来敲电话家讲，我来甲伊约会啦。哼！啥啊？母啊，你看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姐，啊，进来来啊，我来甲看卖。我嘛来。阿弟啊，高林县院长吼，叫我来问你讲，要去高林县这土地吼，到底是处理到安怎？我拄要找水花讲一个啦。喂，喂，家讲啊，是啦，我是阿妹啦。对啦，就是你的安妹妹啦。哈？你下头要叫我去看电影哦？啊，要搁去约会哦？啊，咱要叫去倒啊？好啦，咱来去，好啦，等你欢喜就好，拢随在你啦。阿静啊，咱来走啦，我一日听哦，我会吐。喂，笑啊！哎呦，讲完啦。啊，你哪规工拢坐咧遐咧看电视啦？阿爸咧？还搁伫咧内底啦。爸，较紧的啦。哎，来啦来啦来啦，叫。哎呦，你敢若久咧说的呢？行啦。哎呀，这你甲我斗客啦。来客来客。
阮拄好要去病院吼，照顾阮妈妈啦。啊，你陪我来去啦。袂使啦，我等下要去别位啊呢。系啦，志辉啊，阿丁吼是专工要来讲去高林迄个地代志啦。啊，阮都还袂结婚嘞，我还去传赖言互伊啊。无咯，志辉啊，你讲恁爸爸若互恁妈妈转来，你搁田特要互我去高林医院呢？对啦对啦，可以啦。啥物互伊啊？阮爸爸原谅阮妈妈，啊，毋是你想的办法啦。爸，你讲对啊对啊。嘿嘿嘿。关于伊苦产的代志吼，伫咱两个未结婚之前吼，免讲啊。爸，来去啊，来去看妈妈。志辉啊。对啊，我看吼，你准备上车啊好啦。也毋过哦。决定就决定啦，莫跟你也毋过啊啦。对，阿明仔上个食葡萄，要带我转来互食。有够感动的啦！这个衫哦，还无头头甲摕出来洗哦，真正会臭死。我都唔信即摆佮出册去杀着手机浸啊，浸唔着去。对啊，衫对啊吼，来啦，我斟一个啦吼。傻笑诶！你要叫我李长，叫我大哥。你请我也请你。高潮高潮就潮！你居然不要跑了！我就让人进来！人进来！阿妹，你替我洗垃圾衫。你这衫也无洗洗吼，会臭死。多谢吼。迄阿妹洗脚你有较好，佮替你洗衫，也毋是恁某，那是等吼。嘿，当你是咧讲啥？我才无替你洗衫咧，是阮妈妈洗裸体去。我就是真正会主动替我洗衫，有遮好的代志。对，啊，这葡萄毋是你要当我食？我会买葡萄好食，你咧笑死我！我是要互阮母啊食的。阿爹啊，这布头吼是你要互妈妈食，来，大家斗阵食哈。啊，谢谢。母啊，阮等下讲吼，今仔要来咱兜呢，来过未？啊袂啊。哎，阿爹啊，恁董事长敢真是姓赵？真是真少哦，误会头啊，应该袂有介偌少啦。是啦，你讲迄倒去，我是毋是真正姓赵？姓赵，当然的啊，爱着赵家港的因爸当然嘛姓赵。母啊，逐摆若讲到伊哦，你着怪怪呢，伊是毋是你过去的男朋友？是啦。喂，你上班少。是不是我300，我300？请问你遐是毋是你上班啊？你是阿妹的妈妈？不是咧。不是阿妹的妈妈，安尼就是阿妹。我就是你所思念的人啦。啊，下晡4点吼，我伫个山边的大圳头啊等你，唔通袂记咯？喂，姓赵，是我上思念的人，敢会是伊？Yes， 阿妹答应我约会啊，这届绝对袂杀唔到伊。
喷芳水啊！妈，你长到这么水，应该不是要去约会啦吼？哎呀，你讲的什么话？妈妈这侪会啊，要甲谁约会啊？妈，我拄仔听阿弟阿讲吼，讲加港因爸吼足缘投的呢。当然了，但因爸我也捌见过啊，我哪会知伊缘投？啊，我毋是要和伊约会啊。妈，啊若无你要去倒？兄弟因兜啦，安尼吼，兄弟因太太有代志要找我啦。妈，啊我跟你来去啊。你袂用讲，兄弟因太太吼，有秘密代志要甲我讲哦，你袂用去。好啦，我莫去啦。安尼毋则是妈妈的乖媳妇。妈妈来去哈。妈妈今日穿好看吗？哇，实在有够水的啦！我也是查甫人吼，一定叫你卖个死死互我去。真是的哦。妈妈也毋是要去卖查甫人。哦，你看我迄种眼神。哎呦，好啦妈，你紧去啦。好啦好啦。我走了。走啊啦！伊吼要去甲艾琳娜约会啦。你看妈妈迄个款吼，敢若查某囡仔要去约会同款呢。照你看起来吼，妈妈以前迄查甫朋友，敢真正是加港因爸啊？可能哦，我来缀来看卖。我才离开恁一万米啊尔，恁两个就安尼手牵手，安尼敢是款啊？丽花啊，我拄则吼是无说你。阿妹，你莫常常咧讲你是无说你好无？丽花啊，阿妹啊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呢，那你安尼做吼，大家就小可伤感情啊啦，竟然抢我的老公做第三者。嘿，水花啊，你莫愈讲愈歹听好，什么第三者？啊，无爱安怎讲？第四者、第五者，规日吼伊抢我的老公吼，就是对不起我。啊对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像伊这款查某吼，伊都爱较细腻的哦。万一吼伊若有爱成婚吼，将你的特征伫咧网络顶面甲公开出册登报，到时就你就出名啦。哎，你要愈讲愈离谱呢。照你安尼讲，啊，我毋就变做迄个黄奕。好啦，你找我要创啥？无啦，说毋知因为阮妈妈嘛是你未来的丈夫嘛。啊，医生吼讲伊吼愈来愈严重啊啦，我想要找你吼，甲我斗阵去甲看卖啦。我你定定当面你也我啊啦，行就对啊啦。来来，行啦。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爱你伊哪会无缘无故，突然间约我来遮，敢会是要我一个意外，还是？讲完呢？啊，你哪来遮啦？小基金啊，我是来看戏的啦。哎呦，咱这个所在有啥物戏好看？你看戏哦，等去恁兜看电视。我袂，这个爱情戏哦，现场播出比较较好看。爱情戏，敢讲伊知影我？哎呦，讲完啦，你是足乖呢。安尼啦，小弟即嘛吼，付你钱，啊你去看电影好无？我无搁加500块，会当互你买物件食。我要2000。
2000。好啦，2000就2000啦。我讲要1000。啊你是甲我当作潘啊？你甲我卡油？好啦。到市内来回坐客人车，我讲要1000。欠的啦，等下再互你啦。没样子，啊若无我就直接看现场播爱情戏。手机即嘛要讲约会，你袂用看啦。好啦，互你啦。多谢手机金嘛，后摆我看电影若无钱哦，拢来甲你摕，啊我来走吼。哦，你啥物啊？啊无缘无故安尼，甲我卡一笔钱啦。是讲安尼嘛是真简单的。啊，万一伊若转来甲讲，我伫遮咧甲人约会，啊，庄仔来人知影咧。对吼，唔通去互庄仔来的人认着。伊啊弟啊，即个来个特色去斟着手机针啊！来，我斟一个。什么针啊？哪个变是你啦？哇，唔正囡仔是唔正囡仔，连我兜叫我叫无够，佮叫回家啦！你先看。手机针啊，我卡着你用的明明是阿妹啊，我哪知你会走来啦？打电话讲姓赵，是你上思念的人，就是你。对啊，我来讲过啊，你这老的欧巴桑，我哪可能用你啦？我就是唔惊叫你讲。你个讲我老，你跑你！讲唔对，讲唔对，你袂闹，你袂闹，你袂闹。有迄个老爸就有迄个囝，你想跑你！你即嘛唔敢，后摆唔敢。我今日就是讲吼，迄个人约我出来哦，而且我白白讲你要死心肝，你又来哦你！哪个怕？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你讲啊，阿爸讲你来啊？安怎搞呢？你是安怎？就去阿妹妈拍的。为什么啊？你是毋是求阿妹？我今日来的目的啊，除了是要看这个造桥工程进度以外，还佫有你甲阿妹的感情进展的安怎？来去讲啊，其实吼，迄阿妹介意的人吼是阿德啊，阿德啊，这个唔正囝哦，忘阮陪伊，怀倒独爱啦。真是的。当然嘛，真是的啊！你也唔是你问讲完的啊？好啦，我小等下来找阿弟讲看卖，伊小等下会用抢你的爱人。就是啊，那阿弟安尼生哦，实在太不应该啊！讲完啦。啊，恁阿爸讲去病院去看什么水花啊？因老母有讲什么时阵转来无？无啊。你要紧的啦！好势啊，回啦！医生讲哦，差不多啊啦。真会，
我伫遮啦。恁爸爸咧？春兰，我伫遮啦。阿雄，我真感谢你，你会当原谅我。若有耐心，我一定会养你。去啊！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甲紧，太阳球。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。